好多人都係淡，一去到中老年或者身體比較虛弱嘅時候，都會遇到一個非常尷尬同痛苦嘅問題，就係夜尿多。有啲朋友反映，每晚都要起身去廁所3-4次，甚至更多添。淡藥唔單止折磨身體，仲嚴重影響睡眠質素，瞓得唔好，第二日個人就冇精神，長期係淡，皮膚暗啞、眼袋下垂、記性越嚟越差等等嘅問題就會接踵而來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一個用簡單食材調理溫補腎氣嘅方法，幫你替返嗰種一覺瞓到天光嘅感覺。喺開始動手做呢個食療方之前，我哋要先搞清楚點解人會頻頻起身去夜尿。喺中醫角度睇，尿液嘅排泄同腎臟、膀胱以及脾胃都有好密切嘅關係。所謂腎主水，撕開後如果腎氣唔夠，就好似個水喉嘅開關鬆咗，啖鎖唔實，尿液就好容易流出嚟。特別係對於中老年人嚟講，隨住年紀大咗，身體機能逐漸走下坡，腎氣開始虧損，日間氣血運行比較快，可能感覺唔明顯，但一到夜晚，人體進入靜止狀態，如果腎陽不足，冇辦法化氣行水，膀胱嘅固泄能力就會下降，導致夜尿頻頻。另外，脾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原因。脾係後天之本，住於運化水濕。如果脾胃虛弱，水液代謝就會出問題，亦都會加重腎臟嘅負擔。所以想徹底解決夜尿多、尿頻嘅問題，必須從補腎、健脾、固精呢幾個方面入手。核桃、刺實同埋白果呢3樣食材喺我哋日常生活非常常見，但好多人並唔知道佢哋加埋一齊竟然有咁神奇嘅效果。核桃被稱為長壽果，佢唔止補腦咁簡單。喺《本草綱目》就有記載，核桃具有補腎、固精、溫肺、定喘、潤腸通便嘅功效。佢裏面含有豐富嘅健康脂肪同潤脂，能為身體提供能量。尤其係佢入神經嘅特性，可以有效舒緩因為腎虛引起嘅腰膝酸軟同夜尿頻多。喺我哋呢條方入面，核桃起到咗打底補虛嘅作用。芪實、芡實又叫做雞頭米，係中醫裏面好推崇嘅補脾補腎成品。佢嘅特點係補而不膩，既可以健脾止瀉，又可以補腎固精。對於啲成日覺得忍唔住尿，又有尿意頻繁嘅人嚟講，其實就好似一個天然嘅收斂劑，佢能夠加強膀胱嘅彈性，令到尿液該排嗰陣排，該存嗰陣存。白果即係銀杏嘅種子，佢嘅藥用價值好高，特別係處理遺尿、白帶、尿頻方面有奇效。白果能夠收斂神氣，固結下焦，但係要留意，白果雖然好，卻有一定嘅味道，絕對唔可以生食，而且每次用嘅份量必須控制。喺我哋呢個食療方入面，白果起到咗精準把香止尿嘅作用。呢個食療方嘅製作並唔複雜，但每一個步驟都有佢嘅講究，只有做啱咗，藥效先發揮到出嚟。步驟一，處理核桃，我哋需要準備4到5粒飽滿嘅核桃仁，建議大家買大殼嘅核桃返嚟自己剝，啖讓啲油脂冇咁易氧化，會新鮮啲。將核桃仁掰成細細核，頭皮篩隻入衣，但嗰層薄薄嘅衣係有營養嘅，唔好剝走佢。步驟2，處理芪實，準備大約15到20克乾芪實。乾芪實嘅質地非常硬，直接煮好難煮得爛，建議提前用清水浸2個鐘頭以上。如果想效果更好，可以先將芪實放喺鐵鍋度，用慢火炒一下，炒到微黃色，淡養健脾止瀉嘅效果會加倍。步驟3，處理白果。白果準備5到8粒，首先要去殼，然後最關鍵嘅一步係必須要去走白果中間嗰條青色嘅心，嗰條心係毒性最集中嘅地方。去心之後，將白果肉洗乾淨備用。步驟4，落煲慢燉，將處理好嘅核桃仁、浸好嘅芪實同洗淨嘅白果一齊放入砂煲度。如果無砂煲，普通煮粥嘅煲都可以加大約800毫升到1000毫升嘅清水。大火煲滾之後，轉細火。步驟5，火候同時間細火慢煮大約40分鐘到1個鐘。我哋嘅目標係要令到芪實變得軟糯，
令核桃同白果嘅有效成分充分溶解喺湯水入面，湯色會慢慢變成奶白色或者淡黃色，散發出好吸引嘅果木清香。步驟落，調味建議，對於普通人嚟講，可以加少少冰糖調味，但如果係血糖偏高嘅老友記，完全可以唔加糖，原汁原味，都有淡淡嘅甘甜。好多人問，這條方要幾時飲，幾耐飲一次？建議係喺食完晚飯1個鐘之後飲，唔需要飲太多，大約1細碗就得。啦啦啖樣喺瞓覺之前，身體有足夠嘅時間吸收其中嘅補腎成分，同時又唔會因為臨瞓飲太多水而有反效果。對部分體質比較敏感嘅人嚟講，飲一次就見效，但對於大多數長期慢性夜尿多嘅人嚟講，建議連續飲3到5日，堅持飲先至係關鍵。你會發現以前一晚起身4次，慢慢變做3次、2次，最後甚至能一覺瞓到大天光。除咗呢碗止尿湯，我哋喺日常生活仲有一些習慣要注意。如果唔係，補幾多都係白費。第一，生冷寒涼，嘢要少食。好多人中意食凍飲，西瓜、苦瓜呢啲寒性食物，呢啲食物會損傷脾胃、陽氣。陽氣一旦受損，身體化水嘅能力就差，夜尿自然就多。尤其係晚餐，盡量食得溫暖一啲。第二，臨瞓唔好飲太多水，呢個係常識，但好多人都做唔到，尤其係中意飲濃茶、咖啡嘅朋友，呢啲都有利尿作用。晚黑8點之後，盡量控制飲水量。第三，注意下肢保暖。所謂寒從腳下生，神經起於腳底。如果雙腳受涼，腎氣就會受阻。建議有夜尿煩惱嘅朋友，每晚臨瞓前用熱水浸腳15分鐘。浸腳唔單止可以促進血液循環，仲能夠引火歸元，幫助入睡。同呢碗湯係絕配。第四，適量運動，做提光訓練。每日做50次左右嘅提光運動，呢個動作雖然簡單，但可以有效增強膀胱括約肌嘅力量，對改善尿頻、尿失咁有非常直接嘅幫助。雖然核桃、慈實、白果都係食藥同樣嘅食材，但亦有一些特殊人群需要注意感冒、發燒期間，唔建議飲呢種滋補類嘅湯水，等病好咗再飲。再三強調，白果唔可以食多。大人每日唔超過10粒，細路仔盡量唔好食。核桃同磁石都有一定嘅收澀作用。如果正處於嚴重便秘期，建議暫時停用或者減少磁石嘅比例。夜尿多睇落係小事，但佢折射出嘅係身體內部機能嘅失調。通過呢碗簡單嘅核桃、磁石白果湯，我哋調動嘅係大自然賦予食材嘅治癒力。呢個唔單止係指標，更加係固本培元。希望每一位受此困擾嘅朋友都能夠試下呢個方法。生活質素嘅提高，往往就係嚟自呢啲微細嘅改變。當你某一日朝早醒身，發現太陽已經升起，而你昨晚一次都冇起身去廁所嗰陣，嗰種神清氣爽嘅感覺，就係身體俾你最好嘅回饋。養生唔係1日2日嘅事，佢係一輩子嘅修行。希望大家都能夠通過合理嘅飲食同良好嘅作息，擁抱健康，擁抱每一個安穩嘅夜晚。